台铁的台六高自强号发生事故，大批人力拢赶往大清水泵坑进行抢救。现场上届新的情形透过连线，请咱公司台记者洪敏珍来甲大家说明。 是主播观众朋友，这阵记者人就伫咧408泰鲁高号列车排尾这个山坡地车，其实呢排尾列车这阵就伫咧记者的人后壁面，你会使看到这阵有真侪，包括国军的兄弟、华联的义消，也有家人的义消，侪救援的人员拢派驻伫咧遮，就是要继续敲找遮掉伫咧列车内底旅客。根据他拄仔现场指挥官上新的说明，这阵已经搁找到2个遗体。 不幸因为这件代志来罹难，那先来听现场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刚刚的那2位救出来，这2位是在哪一个车厢？刚才我们初步看都是在第4节车厢，因为第6节车厢已经完全跟后面的车厢已经脱离，而且变形了，中间呢有非常大的一个距离，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同仁在搜救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大家还在努力的在搜救当中。 是，你拄则听到的是现场的指挥官花莲县地检署的检察长朱树端伊上届新的说明。不过根据呢，他拄仔代替上新的这个说明，这阵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51个人，而且第3节的车厢下底嘛有救出罹难者，因为即马车厢有真侪已经变形，尤其是这个车身车头第8节一直到第5节，拢是完全变形的状态，所以这阵搜救人员拢主要注重伫这个车厢下底敢搁有 罹难的人，那他拄仔这指挥官朱树端也有讲，罹难者的家属会使去花莲市立殡仪馆来领这的尸体。现场是以上记者人伫咧花莲的连续报道。